切皆因你而起。当初若没有你，花园又怎会与我反目成仇？就是现在，准备配合小王子。杀！杀！武浩！这是暴徒！武浩！城下快走！大圣城防都被调包了。陆渊中箭，本就是计谋中的一环。小姐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一华，我们成功了吗？小姐，放心吧，城防队我们换回来了。杨将军，在，准备迎敌。遵命。报！宇文都尉，不好了！说，城防图是假的。我们中了杨冲的埋伏，现在节节败退，马上就要顶不住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李勇，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出卖我们！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李丞相从御书房拿出城防图，怎会有假？若是假的，大圣皇后又怎会如此大动干戈？赵启龙，你个蠢货！李勇根本就没打算和我们合作，一切都是他的计谋。你让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难道你也想叛国吗？李勇，你说话呀！李勇，你说你是直接跟我们合作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城防图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啊！原来是那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阿渊呐，阿渊，我输了。但我也并非一无所有。奸贼，休再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严加拷问。卑劣蛮子！我李庸，20岁高中魁首，10年7千，连月10级，当海寇，平山匪，谋以定国。你当真以为我会投敌叛国？告诉你们，我生是圣国人，死是圣国鬼，我才是圣国最大的功臣！